明天就要接近30，係53個月以來嘅新低。而喺舊年歐洲三市嘅失業率最少，四份咗禮價係6.3%，而跌幅最大嘅上區年七月嘅529000大跌至85萬，跌幅高達41.6%。不過灣區就業數據新我係còn nó mới làm số cọ hổ này hay sao? 年測亦都比去年同期2.2%。分析人士相信，由於貸款機構收緊接萬以上嘅夠粉啊！咬我咬啲班啊！蒸完就好鬼肥啊！等。你都買起晒，唔好俾佢睇。睇唔睇？打自己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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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俾文啦！睇文啊！俾文啦！布魯布魯啊！布魯布魯啊 ！BB， 布魯布魯啊！拍正正啊！打正仔，耶！打自己。電牛啊！電牛啊！電牛啊！電牛啊 ！B 電啦 ！B。攞少少啊！我哋都知道節省能源係好緊要嘅，所以點解居民應該急嘅時候，可以喺有需要嘅時候慳咗咁多電？含燒啊 B。官員仍然可以要求 Flex Alert。重啊！如果佢哋咁樣做，即刻開始節省能源。我哋可以一齊應接能源挑戰，對抗全球暖化。請到 flexyourpower.org 索取最新資訊。打自己啊 BB。俾文啦 B， 俾文啦。開落冰宮。俾文啦。四方星火熱小事係由四方贊助，四方有個好樂趣，一日好溫習。本特別報導，同自由路，讓我們攜手共創，贊助播出。要同大家講下奧運嘅消息。奧運男子足球賽，阿根廷係以3-0大勝巴西嘅，粉碎咗奧運足球金牌嘅夢想。而中國體操隊咧就喺體操上成為大贏家，全部14面金牌，仲係攞咗9面嘅。好介站啊！天后男足上演咗一場夢幻對決，兩隊巴塞隆拿救世主朗拿甸奴同埋美斯分別率領南美足地。
連入兩球，加上列基美射入12碼，以3-0大勝要兩名球員嘅紅牌出場，尾段9人應戰嘅巴西。另一場尼日利亞有奧古基攻入兩球，4-1大勝比利時隊。